家好，影嶺書院位於將軍澳林盛路1號，係已經有30幾年歷史嘅政府津貼中學，屬於男女校，冇宗教背景。學校亦都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學習骨幹。學校主要錄取第一組別嘅學生，為咗等學生掌握母語同埋外語，學校除咗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同埋中國文學3科之外，亦都係採用全英文教學。學校尤其注重學生學會學習，喺教學上面，學校特別注重跨學科同埋跨領域學習，透過活動同埋實踐過程，突破學生固有框限，貫通所學，靈活運用，充分掌握知識，令佢哋可以進展潛能。希望透過呢一條短片，各位可以對我哋景嶺書院豐富嘅校園生活有更深入嘅了解。學校非常之注重我哋嘅學習活動，希望我哋能夠從體驗之中學習。喺過去嘅暑假，我參加咗由歷史科、地理科同埋中史科合辦嘅英倫史地文化遊。除咗可以設身處地咁學習到課本入邊嘅知識，亦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英國文化同埋海外升學相關嘅資訊，令我哋對未來嘅路線有更加全面嘅規劃。而本年度，我亦都參加咗英文科嘅模擬聯合國活動。能夠同唔同學校嘅學生就國際議題進行深入嘅探討同埋交流，真係令我大開眼界。除咗學術性活動，學校都致力於培訓學生嘅領導才能。每年學生會都會同其他中學合作舉辦呢個聯校領袖訓練營，由設計主題、活動流程到內容，甚至去到營地嘅安排，都係由我哋幾間學校嘅學生會成員全權負責嘅。咁當中我哋都學到同人哋合作同溝通嘅技巧，亦都透過設計唔同嘅領袖訓練活動，啟發到校內其他學生嘅領導才能。而我哋最近亦都參加咗由保良局舉辦嘅創業體驗計劃，當中我哋學到唔同嘅商業概念以及一啲宣傳手法，都可以應用喺我哋平日嘅活動同學業身上。而我哋最後都獲得咗最佳宣傳獎，能夠學以致用。我哋學校嘅4社係以校訓勤毅誠樸為名，而為咗提高我哋同學嘅凝聚力，我哋每年都會舉辦好多唔同嘅社際活動俾同學去參與，例如社際設計比賽、唔同嘅球類比賽、書法比賽同埋事後活動等等。而每年一度嘅大型盛事就一定係我哋嘅陸運會同埋水運會啦。4社裏邊每個運動員都會發揮佢哋嘅所長，喺唔同嘅競賽上面爭冠軍，務求為自己嘅社去爭光。我哋每個社都會有專屬嘅口號同埋社旗，而每個社都各有唔同嘅特色。例如我哋勤社好多都係運動健將，而誠社就有好多游水高手。學社就成日喺學術類型嘅問答比賽度勝出，而藝社就係喺啦啦隊比賽入邊多次獲得佳績。正因為我哋每個社都有值得驕傲嘅地方，我哋都會好願意為自己嘅社去付出。同時，社際比賽亦可以將我哋唔同年級嘅同學聯繫埋一齊。身為足球隊嘅隊長，其實好多人都問我點解要咁搏命去練波。其實你都贏咗個學界冠軍啦，唔通你真係想踢英超咩？但我想講，冠軍只係對我哋過去努力嘅肯定，
但比賽過程嘅經歷，我哋10幾個人為咗同一個信念、同一個目標去共同努力，呢個先係我哋嘅追求。我哋唔要再喺球場嗰度喊，我哋唔要再因為輸波而俾人笑，做好每一個細節，拼盡每一秒，挑戰極限，走到最後，成就一個又一個新嘅高度，令我哋嘅中學生涯冇遺憾。從運動中磨練我哋心，呢個先係踢波嘅意義。我係今年嘅排球隊隊長，由中一開始加入排球隊，呢5年嚟，除咗每個星期有2次嘅恆常練習之外，每逢學界賽期仲會有不定期嘅加操同埋友誼賽，一個星期可以練習成4、5次。除此之外，我哋亦都一直保留住逢星期1、3、5晨操嘅傳統，同一班師妹訓練球技同埋建立團隊精神。雖然訓練係好攰、好辛苦，但係可以同隊友一齊喺學界賽場裏邊拼搏，而且仲有唔少畢咗業嘅師姐喺每一次比賽、每一次練習都特登翻嚟陪我哋，所有嘅辛酸都一掃而空。而我哋舊年喺學界排球 D1 組嘅乙組賽事裏邊，亦都取得亞軍嘅好成績，令我覺得一切嘅努力都冇白費，大家嘅付出都係有回報嘅。我係本年度管弦樂團團長，學校希望我哋每一位同學都至少可以學習演奏1項樂器。咁所以由中一開始，我哋每一個同學都會揀1項樂器喺逢星期1、2去學習。加入樂團嘅話，我哋就會每一個禮拜6都會翻嚟學校練習，為比賽同埋演出作好準備。咁舊年我哋就同聖嘉勒女書院同埋其他友校喺香港大會堂舉行咗聯校音樂會 Consonantia， 表演咗唔同嘅經典嘅曲目。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同友校合作演出。喺幾個月期間入面呢，我可以能夠同其他學校嘅同學交流關於演奏歌曲嘅技巧，同埋如何帶領成個樂團嘅氣氛，同埋令團友進步，都令我獲益匪淺。我哋無論係練習、表演定係比賽，都會好認真咁樣去對待。亦都因為咁嘅關係，我哋過去都成功獲得聯校音樂大賽管弦樂團嘅金獎。我仲記得由中一入嚟嘅暑假開始，學校已經提供 Artist Challenge 計劃，俾我同其他同學深入交流，建立互相支持嘅關係。支援中一同學嘅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都俾我認識咗高中嘅師兄師姐，喺學業同埋人際關係方面都俾咗我好大嘅幫助。到高中嘅時候，得到同學同埋老師嘅信任，我成為咗總領袖生，帶領其他成員服務學校，更有幸獲得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為學校爭光。學校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重要嘅活動，我讀書嘅時候都好積極參與，包括中午嘅 Grand Tour 文化之旅。我同班同學就一齊去南韓首爾，過程之中我感覺到同學嘅團結，我哋更加有機會去參觀我哋嘅姊妹學校同埋重點大學。另一樣重要嘅活動就係我作為 Careers Girl 班代表嘅身份去參加 Careers Day 雞冠日。當日中六嘅同學就會着住西裝同西裙返嚟學校，學習衣着禮儀同埋面試技巧。近2年，師兄師姐喺公開考試表現優秀，超過90%嘅畢業生獲得大學聯招錄取。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嚟到呢度，享受學習，一齊成長。